大家平安，了解外读沙嘎teman-teman, na makaitin na sulibat. Saka tutswa ka teman-teman, aurita supui na kainua cemas imazai toa Yeremia, imazai toa tapurua kaya, imazai toa itakaran 40katuli makaran. 耶利米书10章1节到25节，拜偶像和真敬拜。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他这样说：你们不要随从异国的风俗习惯，虽然他们被天空奇异的景象骚扰，你们不要像他们那样惊恐。他们所信奉的毫无价值，不过是林中砍下的木头，由匠人所雕刻，用金银隐饰修饰，用钉牢，使他们不至于跌倒。他们的偶像好像瓜田里的稻草人，他们不能说话，不能走路，要人抬着走，所以不要怕他们。他们不能加害你们，也不能帮助你们。上主啊，没有人能够跟你相比，你真伟大，你的圣名大有能力。你是万国的君王，谁不敬畏？你应受尊崇。列国的智者和君王，没有一个比得上你。他们都愚蠢无知，他们能从木头偶像学到什么呢？他们的偶像镶着从他施进口的银，从无法输入的金。他们穿着蓝色、紫色的衣服，都是木匠、银匠的创作。上主啊，唯有你是真神，是永生的上帝，永恒的君王。你一震怒，大地震动，你的怒气使万国站立不住。我的子民啊，你们要向他们宣告，偶像不是创造天地的神，他们一定要被消灭，从天地间消失。颂赞上帝的诗，上主以大能创造大地，他以智慧建立世界，以聪明展开天空。他一发令，天空上的水澎湃，他使云朵从地平线浮现，他使闪电在雨中发光，他使风从自己的仓库吹出。这景象使人自觉愚蠢无知。金匠对自己造的偶像失望，因为他们造的神明虚假，没有生命。偶像毫无价值，荒谬可笑。上主对付他们，他们都要消灭。雅各的上帝不像这些偶像，他创造万物，选召以色列做自己的子民。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统帅。预告流亡，被围困的耶路撒冷人啊，你们要收拾自己的东西。上主要把你们抛出这土地，他要把你们压得粉碎，连一个残存的也没有。上主这样宣布了。耶路撒冷人啊，大声哀嚎，哎呀，我们受的伤多么严重！然而这是我们必要忍受的痛苦。我们的帐篷被毁坏，帐篷的绳索都断了，而你离开我们了。再没有人来支搭帐篷，也没有人再把幔子挂起来。我回答说，我们的领袖都很愚蠢，他们不寻求上主，因此他们失败，人民流亡。天把谣言满天飞，北方的国家有大骚动，他的军队使犹大各城镇荒凉，成为野狗的窝。上主啊，我知道没有人能操纵自己的命运，
没有人能掌握自己的前途。上主啊，求你从宽管教我们，求你不要在烈怒下消灭我们，求你把烈怒倾泻在不敬畏你的列国，在不承认你的人身上，因为他们杀害了你的子民，他们灭绝我们，使我们的家园荒废。哀求开诺兹玛斯。Satu su asinan apurua kai ima在短无那么嘎兰，上主啊，没有人能跟你相比，你真伟大，你的圣名大有能力。耶利米书10章6节。读出阿加们的们阿西尼布巴达湾，无人能与上主相比。在今日的经文中，先知耶利米将上主作为宇宙创造者的浩瀚与伟大，和偶像作为巧匠手中雕刻物的有钱与无力，呈现出强烈的对比。首先，耶利米强调上主是真实的活神，宇宙的创造者。上主并不是人们有求必应的阿拉丁神灯，也不被人们的需求所限毁，而且人们赖以判断祸福吉凶的天象，只是他手中所创造的一环，而云朵、风雨、闪电也仅是他的仆役。因此，人们区区敬拜的偶像不仅无法与上主对抗，而且要在上主的惩罚之下被除灭。其次，当被掳之日来临时，这些偶像更不能保守人民的城镇免于遭殃，而人们只能指望上主责罚那些不敬畏上主的列国，并从宽管教他的子民。这一段经文里所表达的上主是一位无所匹敌的上主，可惜的是，人们竟然舍本逐末，将偶像视为敬拜对象，其中的愚昧不言自明。因此，耶利米书作者特地在10章的11节以亚兰文写作，作为对外邦列国的强烈呼应，也表现出对偶像虚无本质的基本态度。我的子民啊，你们要向他们宣告，偶像不是创造天地的神，一定会被消灭，从天地间消失。对于基督徒而言，遵守上帝吩咐摩西的诫命，不可仿造敬拜偶像，似乎是相当容易的事。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偶像的定义并不仅限于古代近东区的木偶与石雕，或者台湾传统民间宗教的各式神像，反而像基督教如何创造西方世界一书所叙述。偶像崇拜的本质不尽然是有形的物质，反而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欲望。偶像是人的自我崇拜的投射，因为偶像都是人所创造的。此外，提摩太·凯勒在山塞版的上帝一书中也提到，如果有任何事物取代了神，成为你的快乐、你的生命意义和身份的根本源头，那个东西就已经成了你的偶像。这本书也提出3个问题，帮助读者辨别心中的偶像。或许我们也可以扪心自问：第一，当我们在做白日梦的时候，通常都梦些什么？第二，我们通常在哪里花费过多的金钱？第三，当祷告没有实现时，我们的心情是全然交托、安然度过，还是怒不可遏，陷入绝望？如此看来，其实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心中其实或多或少有些事物在次序上
却越了信仰的位置，成了偶像般的存在。或许比起来陷入罪恶感之中，我们更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上主，因而知道在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与上主相比。Sinai tu soa ka jaman-jaman nakaangatan urimakea kipakia mau tua kama semas apa olidangata ai choy katsawan amina kama semas ai cari babau mana balalut mana kaulidana semas amina kasarin kimaju azuma ngai mazai katsawan akina sensenga samyamya nakangatan urimakea shivaran lakwa pasamaramaro nutin ai chua kiparain tua barun tua kineman yau manangata demukuya nutin tua binarungan mereka ngatina kiparain tua kineman mereka ngatina remai tua salingan azua mana lapazangaran tua kini evan tua semasa ini kan nangwa ini ka sinirengan nua semasa zuata kiparain tuaca warung abaika kipakin tuaca kina salinga nuna mata zua nuna sama pajang retin tuaca kina salinga ini angkan tina sama pajang ada tuaca semas sema neka angatin na sakamaya tuaca kama semas sakatu suaka jaman-jaman latina nakamela neka angatan nurimaka kipakiama wa tuaca kama semas yau saka latinana kemelam latinana kemasaruan pena uridan ayatwa nekanuri sivaranwa zuma amarka semasan aminata kama semas manarui benara tuanan manemanga ayakana pasemara tanutin tu saka zaman satu su asini paki ni mana mentanutin我是否真实认识上主的独一无二，无可相比？Sinaya tu cakap jaman-jaman arutaki galui na kinmem na tinagamalu kinmem ayakana pasemarau kainuli 满有全能的上主，求你打开我的眼睛，使我真知道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你相比，让我带着这样的韧性，献上自己的全心全人，单单跟随你，奉主名求，阿们。Mali tu cua kajaman nama kaji nama isra selang sumupu kilarai tua sini pada dekatan wajah cemas laja pina ene saja pasusin ayakana pasemarau saka mali latinana suliva tu cuaca kini adavan taja pingan